小模样长得还挺标致。把它洗干净，今晚送到我府上。三公主，此人婚配是要经过城主亲自下令的，当街强行，与理不合，你这城主知道了。自要没有我陈芊芊要不来的东西。三公主，不就是玄武城少城主吗？我这就向母亲请令，与他成亲。择日不如撞日，明日大婚。谁呀？这小模样长得还挺标致。你要不跟我回去当压寨夫君嘛？哎呀，这是你夫君。我什么时候有这么好看的夫君啊？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来的？抢回来的。抢来的。那我就再抢一次。你验货啊！你这几块腹肌呀？腹肌啊，这得要。咱回去说吧。害羞。有什么事咱回去说哈。都给我转过去！快病死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不还趁人活着赶紧送入我府中？妈的！俗话说得好，强扭的瓜不甜。甜不甜的啃一口不就知道了，用不着你说。到了驿站，好好准备一下，明日迎娶大婚。遇上我，算你倒霉。你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！从前我爱你，敬你，惜你，可是你不值得。他说你敢？我敢啊！而且现在没有人会来挡住我们了。他说我告诉你，强扭的瓜不甜的。甜不甜的，啃一口不就知道了。救命！阿叔，不要！阿叔，你别这样！阿叔，救命！救命！你混蛋！阿叔，阿叔，你别这样，我害怕，我真害怕了。扫兴！花园女人，不过如此。